时间伫要到吼，请咱安静心，过2分钟，咱要开始做礼拜。礼拜进前，咱要先请做长老先做咱来安静的祈祷，咱先安静心。
公爷做平安。咱这时做下头，祈祷准备来心。咱来天父上帝，我感谢你，这时来到你面前，要来做个敬拜。今仔日也要做个帮助同祈祷，来领受做个圣餐。父上帝，我恳求你使我每一个人，拢一粒悔改的心，帮助阮，无论是啥事，拢晓来谦卑，阮顺服你。天父上帝，阮日日阮的生活中，阮有充满侪惊吓、不安，就是帮助阮知，就你是阮的品牌，阮需要倚靠你，就是帮助阮，让人有勇敢，就是阮有智慧，就是阮的信心来去面对阮所拄着这挑战还是试炼，帮助阮知有时，阮也付出代价，才当来成就阮所爱做的事，就我对你帮助阮。为上帝，阮虽然，阮每一人逐日为着阮家己的事业，有咱家庭的落落，就帮助阮，会知影阮来找机会，也来服侍你，来用欢喜的心来参与伫教会的事工，我欢喜来回应，来助你以阮呼召。愿上帝将下骹时间交代伫主的手中，如主因传带领，都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是来开始礼拜。遮个天讲起上帝的荣光，荣昌报扬伊的手所做的。即日对迄只发出言语，即暝对迄暝传出灾万，无言无语，因的声无通听见。咱做来认识了上帝，圣诗218首，主我打就群，爱记你的面。
做为中国上帝互咱10条诫来改变咱的信仰。上帝有讲，我以外你通我的上帝，唔通为家己条件偶像，唔通人三千了我你上帝，亦结结按照日小伊做事，并孝敬你老爸你老母，唔通害死人，唔通惊奸淫。唔通偷窃，唔通做假干净。小姐，咱来做来启蒙17篇，就是4篇84篇，启蒙第17篇，来做来启蒙。万军的耶和华。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院到分去。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婴仔为着家己找着有囝的手。徛起伫你的厝的，结互人有福气。伊的力在伫你。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因哪行快力哪加天。万军的上帝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做我的敬拜的上帝啊，你着看。伫你的殿院过一日，较好1000日。联合伫我的上帝厝过，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顶牌。伊袂捌留一项好物。万军的耶和华，我为你的福气。咱今仔做来看，今仔的圣经节，今仔经节有2个所在，我注意就是出埃及记第20章28节到20节，出埃及记20章18到20节。众百姓看见雷弹、四呐、炮角的声，搁山顶出烟。百姓一个看见就袅袅喘，远远徛地对摩西讲：“求你甲阮讲，阮要听，唔通上帝甲阮讲，惊了阮会死。”摩西
对百姓讲，毋免惊，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恁，要互恁时常敬畏伊，免得恁犯罪。来，咱再来看诗篇第80篇第7节到15节。诗篇80篇第7到15。你对埃及撒一丛葡萄树，赶出列邦来栽伊。你伫伊的头前摒空土地，伊的根定深，就生盘满地。伊的影惹捌遮的山，伊的枝亲像真好的百香树，发出伊的枝伸到大海，伊的藤探到大河。你声势拆毁伊的篱笆，出在一切过路的人，万伊树林内出来的山猪糟蹋伊，旷野的走兽食伊。万军的上帝啊，求你倒转对天压落看，照顾这丛葡萄树，保护你正手所栽的，甲你为家己所坚固的基。出埃及记20章18节到20节，人们听见雷锋和号角声音，看见闪电和山上冒出的烟，都非常害怕，远远地站着。他们对摩西说：“请你向我们说，我们必定聆听。若是上帝向我们说话，恐怕我们会死。”摩西回答他们：“不要害怕，上帝出现是要考验你们，使你们时时服从他，不致犯罪。”我们再看诗篇第80章，从第7节到15节。诗篇第80篇第7节，上帝万军的统帅啊，求你复兴我们，求你显示慈爱，我们就能得救。你从埃及带出来一棵葡萄树，你赶走异土，把这树栽上，你为它开垦了一片土地，它的根深深扎入，且蔓延这地。它的阴影遮盖了群山，它的枝条遮盖了高大的香柏树，树枝伸展到地中海，树根延展到幼发拉底河。你为什么裁掉它的篱笆，任凭过路人偷摘它的葡萄，让林中的野猪来啄人它，荒山的野兽来吞吃它？上帝万军的统帅啊，求你回心转意，从天上俯视我们，拯救你的子民。求你来照顾你亲自栽种的葡萄树，就是你培植的这么茁壮的幼树。刚才上帝是咱有的，下下时间靠李牧师一个拖来伊的，然后一个讲的。咱做来头来祈祷。主必天堂，阮的天父，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摆列阮对你的感谢甲祈祷。主，阮过去的日子的中间，也看见北加州有2个较大的山火，造成千几户的厝被烧，有几啊个人安尼来丧失性命。阮恳求主你的恩典甲阮三个基地。阮知即个大地球的即个大气的现象在改变的中间，每一年拢会发生即种的灾难。当阮面对即个灾难的时，互阮会当搁较要紧倒转来伫你的面前来思考阮甲你的关系。伫即个关系中间，亲像经文所甲阮讲你是要来训练阮、坚固阮。互阮搁较甲你较亲密来行。
面对困难的时，面对一个艰难的时，你互阮来学习，搁较侪祈祷伫你的面头前。恳求主你来保守阮即个土地，特别是伫2020年阮所面对即个全世界的瘟疫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度控制。到目前为止，疫苗也还未产生。阮也看见阮目前美国总统也染病，咧接受治疗中间，也有侪其他的人也相款受到即个病的困扰，求主你的怜悯甲伊相甲伫地，也保守遐个伫第一线底照顾提供服务遮的人，拢有伫你的圣手的内面来保守因，互阮无轻看即个困难。但是阮也无累志，因为阮知你要坚固阮的信心。阮感谢你，搁一摆引带阮到伫你的圣殿来聚集，对你来摆列阮的娱乐、感谢甲敬拜。阮今仔日也要领受你所赏赐阮的恩典，甲你三甲坐倒，求主你将你的救恩搁一摆来临到阮，提醒阮，互阮亲像过去的信仰的前辈出来叫以色列人共款。继续来思考阮甲你的关系，阮甲人的关系，甲你要安怎来相甲行？为了今日的敬拜甲领受的恩典，献上感谢，祈祷各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姊妹大家平安。这幅图是咧描写摩西伫山顶摕即个石板落来吼，其实即内底有两个摩西吼。伫个山顶遐有一个跪伫遐祈祷的迄个吼，咧领受迄个石板吼。落来即个是因为以色列人吼，咱看咱的倒手边画字迄个，伊迄画了足细吼，一身迄个金箍足细身的吼，其实咧做的金箍佫较大吼。摩西伫遐受气，将即个咱咧讲法邦律法吼，甲写好破去安尼吼。即幅图提醒咱伫即个。出来日记咧记载中间，摩西对西奈山顶所领受上帝的10条诫。今仔日的经文本来佫较长吼，爱对出来日记20章第1节开始读啦吼。我当下用后壁因为咱即个信用戈壁，咱用10条诫，咱就甲读过安尼吼。咱要来思考啦，因为足侪人吼，我听真侪人咧讲这10条诫甲我一点仔关系都拢无啦吼。因为10条诫是上帝颁布互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较不是你讲吼，较正确来讲是安尼啦吼。但是圣经所咧讲的，毋是讲我今仔日对你做这项代志，安尼就 period 就结束啦。这个是一个真重要的，咱讲 sample 也好啦，还是讲这个 model 也好，互咱来思考人甲上帝的关系的问题伫倒位啦。伫出来记的中间，咱伫过去的几个月中间，咱拢咧讲着，伫我心中咧查即段的经文。咱足确定，上帝咧甲咱提醒，伫咱的人生的路程是一段搁一段的出埃及的经验，一摆搁一摆的艰难伫咱的头前。可能咱毋是拄着红海，但是咱有咱的艰难。像咱目前所拄到的是2020年的艰难，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一个疫情吼。这引带咱倒转来伫甲上帝的关系顶缘。前礼拜牧师有讲到即摆字啦吼，即摆字，咧甲牧师呢咧分享的即中间，伊咧问啦，上帝是要互咱惊的吗？吼，有足侪人问即个问题啦吼。但是当然，上帝毋是要互咱惊啦吼。但是，搁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若毋惊上帝呢，会安怎？伫耶稣时代，以色列人、法利赛人做诗经学士，因毋惊上帝，因惊啥物人？惊百姓。这甲即摆现代有关无？足共无？足惊选票无伊啊？毋惊上帝啊？敢毋是安尼？到底咱甲上帝关系是要因为咱所领受的恩典？上帝讲我会当得自由，所以我毋免惊，所以我会当
做我家己想要爱，敢真正是安尼？我想伫咱诶生活中间，咱有足侪物件来去思考。以前两礼拜中间，咱也拢讲着上帝诶试验吼，包括讲伫旧约中间，咱有讲几个。我今仔日会甲两礼拜前诶迄个试验诶部分，过来甲大家复习一摆，我连续去讲着即个部分。其实上帝毋是咧试验尔，定即个试验诶原文有迄种 training as test， 也是讲，互咱有一摆搁一摆诶经历来去思想人甲上帝诶关系。以色列咧出埃及诶过程嘛是共款，保罗咧宣教诶过程会共款，伊会拄着侪侪无共款诶种族、文化、语言甲宗教。上大两个问题是讲希腊话诶，甲讲希伯来文诶以色列人吼，因诶宗教诶即个条件甲拜铁，甚至因诶性命安全诶问题拢会拄着。我想这嘛是咱即马现在咧面对咱诶生活，伊嘛需要面对耶稣基督诶使徒，咱过来拜五用使徒行传15章要来讨论即个问题吼。使徒诶看法，甲上帝互保罗诶呼召有冲突诶时阵，因要安怎去思考上帝互咱诶共同诶呼召，甲迄个圣神诶感动是到底是啥物？这拢是试验人甲人诶关系，嘛是咧考验咱甲上帝诶关系。出来记记20章20节，上帝透过摩西要来甲以色列人讲话，但是咱咧看见迄个经文诶记载，讲上帝伫遐出现诶时阵吼，后讲泪后死呐，足大声，逐个惊啊吼！摩西就甲因讲，毋免惊啦，上帝出现是要来考验恁，互恁通好来时吼，来服从伊，逐时刻来服从伊，袂致到犯罪啦吼。伫其他诶翻译是讲坚固啦吼，来坚固吼。10条戒到底是啥物货？吼，10条戒到底是啥物货？后礼拜老师会用10条戒来甲大家思考即个问题吼。搁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用申命记吼。是考验吗？也是规范？咱定讲吼，你莫甲我规定一堆啦，足歹做代志诶有无？咱定会安尼讲吼。规范到底是要创啥物货？还是10条戒对咱有无共款诶生命意义？咱今仔日会用10条戒，用新诶界面，甲保罗所咧讲诶一寡概念，咱来思考吼，来思考。伫10条戒中间，咱通常讲头前诶4条戒是对上帝，咱拄则伫新约告白内底所讲诶。所以你甲看讲，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过来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上帝诶名。过来第4项，着记得安息日守伊做神。记得安息日来守伊做神。咱明仔载也去讲到即个我时常咧讲啦吼，那圣经内底讲你袂使做啥，就表示啥？咧看即个物件诶人吼，伫当初时诶 context， 即个人就是拢安尼咧做啦。好，咱来倒来想，以色列人伫埃及偌久诶时间？430天。以色列人伫埃及诶时间，因430天学会晓因诶民间宗教诶敬拜。埃及有偌济神明？上届无10个，有10个灾难嘛？10个灾难就是咧对埃及诶神明啊。OK， 上届无10个，因啥物拢通拜。咱定咧笑讲台湾人吼，做迷信诶。迄大樟树也讲迄树头公，大粒石头就讲吼，这个袂当煞，这是石头公，因为迄伫遐滚啊100吨啊。我讲开玩笑，我搭诶土地拢几亿年，敢毋是安尼？地球几亿年啊，毋是？么地球拢是神明，但是我咧讲，逐个民族差不多，逐个原始诶民族诶中间，遐民间宗教拢安尼。
伊看到一个大自然中间较大诶溃烂，伊感觉哦，这是。咱用一个较近诶，2000年前，耶稣行伫水面诶时阵，学生看着讲啥？哦，鬼有啊！迄鬼对因来讲嘛是神啊，有特别诶气力诶啊，哦，特别诶气力诶，因拢甲伊当作神，所以因毋是干那拜一个神，这甲阿伯拉罕受呼召诶神是完全无共款诶。所以上帝必须要用一寡提醒，咱莫讲规定啊，咱讲规定吼，咱就起码是足歹。咱讲第一寡提醒，第二啥？提醒我是唯一你通倚靠的上帝。你毋通雕刻偶像顶悬，上帝才咧甲摩西讲尔，下骹就安那？紧诶，你的金仔、你的银仔拔起来，开始来做啥？做金牛，佮讲啥？即个才是真正带领恁出埃及的神啊！马上啊吼，马上！你若佮斟酌去读第20个后壁，佮有一段解说。天顶地下所有的形象，你拢袂当去雕刻伊啦。哦，所有的你拢袂通去拜伊啦。哦，啊，即摆人足正确的描写一种物件，叫做在台上表演的，叫做啥物诶？偶像。所以意思是讲，伊伫你的心目中赢过你的父母，有的囡仔吼，偷挾钱啊，走去买票啊，吼，啊去排队啊，啊放假的时候，无去当去拢去做偶像啊，哦，共款倒转来信用，有一个物件伫咱的心目中比上帝搁较地位悬的时阵，迄就是咱的偶像，咱的偶像。再来，袂使南山称耶和华你上帝。我咧准备这中间咧，伫即2天因为总统着病的代志啊，当然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看法啦吼。啊，听讲总统的对手呢，甲网络顶悬所有的负面的物件拢总摕落来，敢若留一条，伊讲1个月了后，你会当叫我太太第一夫人。啊，听讲有足侪人甲伊批啦吼。啊，这叫做南山称别人的名，因为还袂发生的代志，吼，还袂发生的代志。啊，这个有当时咱伫咱的生活的中间，有真侪时阵，咱会安尼做。有一个笑话讲，一个少年仔足爱一个查某囡仔，就甲迄个查某囡仔讲吼，昨信心甲我感动，讲你一定要做我的某。这是一种诶南山称耶和华的名。第4点，咱讲守安息日，就是讲因拢无咧守安息日，因毋捌咧守安息日，因为伫埃及的文化中间无安息日这样代志。因已经袂记即上帝是创造天地主宰。咱若对经文出埃及记20章第4节后壁，佫去第4节后壁，你佫去遐看的时阵，遐有一个真重要咧讲到啥？爱纪念上帝创造6天，第7天安息。伊已经袂记即原来迄个上帝，所以伫即个所在安尼提醒。后礼拜咱要用《申命记》第5章咧讲的就无共款啦，吼，角度无共款。但是事实上，安息日若佮注意甲看后壁的规定，伊毋是干那对上帝尔。第4届基本上是耶稣新的改变的精神，会当去思考的吼。连咪我则来讲吼。第5个讲爱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啊，即个孝敬应该有真侪牧师甲咱讲过，伊必来问无孝敬即2字。伊必来问，亲像英语的翻译 ，honor your parents, honor your father, honor your mother 啊，所以 honor， 啥物叫做 honor？ 就是讲，无论你的行达，无论你所讲的话，无论你做啥物话。人拢会讲哦，你老爸生你吼足有值的，安尼就对。啊，无论你做啥物，人会讲哈，恁老爸若生你安尼，你就爱好好啊反省。这是原文，这个意思是伫这个所在。再来，咱来看讲因的生活，因会去害死人，因会去行奸淫，因会去偷窃，因会去做假干净来害。前几工的地方是内底，咱也有去讲到这个部分。
毋通贪乱别人诶物，所以因迄阵拢安尼啊，也无为假戒对无？今仔日诗篇80篇，甲咱讲啥？你是安怎甲我遮个假戒掠掉，互别人来挽我诶葡萄无？你讲即个概念嘛？因拢无假理，做伙行嘛，搁做伙行嘛吼。啊，伫出来机会中间，你诶我会分袂清楚啊。即个代志发生伫啥物人身上？发生伫亚伯拉罕甲罗德诶身上。因诶罗卜为着啥物人诶样伫遐咧冤家，敢毋是安尼？哦，咱真侪时阵会感觉讲，哎，拢无要紧。啊，但是真正有要紧诶时阵，分袂清楚吼。啊，这是伫迄个生活诶中间10条界，咱会感觉讲足甲咱现代基督徒无关系，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诶代志。但是耶稣伊用新诶诫命互咱，新诶诫命内底只有2条尔尔，伊甲即个10条界浓缩做2条。咱讲头前4条界是对上帝嘛吼，只有我是上帝啊，袂当做偶像啦，袂当赞称耶和华诶名。啊，爱守安息日，咱讲对上帝，后壁拢对人诶代志，对无？爱孝敬父母啦，袂当杀人啦，袂当安那，袂使。耶稣讲，你着尽心尽性听主你诶上帝，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诶上帝，就是讲，那照希伯来文诶讲法，就是讲 with all your life。哦，你讲，咱来用英语吼，来看遮吼。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你有几个 heart？ 这单数啊，你若无 heart 会安怎？无命嘛。所以基本上原文咧讲的意思是讲，爱用你全生命来听主耶稣。就简单咧，伊只是用无共款的讲法来提醒，伊讲无尽性，尽性你的灵，伊灵嘛即生命，过来咧 ，with your mind, all your mind， 你的思想，所以圣经讲，咱每日善思上帝如何的人，即个人安怎有福气。所以伊的意思真清楚啊，就是讲你用你全部的来听上帝，用你的生命来听上帝。过来呢，第二个讲，这个界是大个还是头一个？第二个啊，三亲像，这句话真重要。伊讲第二个啊，三亲像，这个 is like， 就是讲甲头前个病仔重要。咱捌看过迄个古早菜市仔咧卖物件凊啊无？一个罐，顶悬一个盘，啊这边啥？凊腿对无？啊扭伫这边遮，啊着爱2个病啊，爱2个病，若无病叫做头筋减扭，你甲我偏。迄个意思就是讲，这2个是共款的，病仔重要。啊，意思就是讲，咱若无有听人的生命，你袂使去讲我是听上帝。倒边来讲，你讲我是听上帝，我足认真的，我拢足服侍的，但是你对人足歹的，这嘛讲袂过去。所以讲，这2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两礼拜前，平平姐伫迄个拜五早起甲我问律法的问题啊，好无？总拳头的意思啥？以色列人规定600几条，搁10条界，迄伤啰嗦啦。倒转来耶稣咧讲的，就是咱用4个字来讲，叫做言行言人，这是基督徒基本的基础，容神益人，容神益人，就是所有的总拳头，就是这个界面，就是讲你爱听上帝嘛，爱听人，所以伊伫遮安尼来交代吼。我是安怎讲第4界？第4界守安息日，就是耶稣的新的界面的精神。耶稣讲第一个爱听上帝，第二三亲像，就是讲你袂当无听啦。你若讲你听上帝的时阵，第4条界讲你着爱守安息日，纪念上帝的恩典。伊第7日
安息六日创造。申命记第5章讲啥？你爱会记你伫埃及做奴隶，是上帝用大宽的手甲你带出来。所以伫无共款的 context 内底，你拢爱去纪念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的恩典，因为安尼你会听人。后壁讲的，你的奴仆、你的儿女、出外人、你的前生，拢爱互因甲你共款得到啥安息。啊，啥物人要做？如果逐个人拢以色列人讲的哦，你的肩胛头若关过，你的手若经过关过这个肩胛头，叫做做工。所以你若有机会去以色列旅游的时阵，迄个饭店内底遐，迄个楼电梯吼，迄个按键，拢甲你讲安息日的时阵吼，主动每一楼拢开，所以你就免去啊，你就无做工啊。哦，因是守啊，亲像安尼足杂毛的安尼啦吼。但是这毋是改变的目的，改变的目的是要爱互咱来思考人甲上帝关系，人甲人的关系。这嘛是伫前个月牧师甲咱咧讲到这个教会甲礼拜到底是啥物，意思是共款吼。目的是啥？保罗捌讲着讲。迄个恁胆拢无疼，现存的是啥物货？信心、愿望、疼痛，过来咧，其中上大的是安那？仁爱吼，是疼痛。所以咱咧看着讲，遮个百姓伫18节讲啊，因伫遐足惊吓的，看着上帝啊好，上帝规定遮济，惊到要死，上帝规定遮济有愈使。啊，无代无志规定遮济是要创啥货？但是咱亲像遮以色列百姓共款，因讲你甲阮讲就好啦，阮毋免甲上帝讲。你感觉安尼敢得？安敢得？所以后壁拢找肯先知啦，找肯迄个祭司啦，因为以色列人毋敢甲上帝讲话嘛。因无当作上帝带领因的这个救恩是上帝甲因的关系，因会惊，毋通互上帝甲阮讲惊了阮会死。这是足大问题。伫即句话内底，20节摩西真清楚甲因讲，迄个目的是要创啥货？上帝是要试验恁，咱等下去讲着试验，咱来回顾2礼拜前牧师讲的吼。佮互恁时常来敬畏，以免得恁犯罪。犯罪意思是安那？耶稣咧甲彼得讲吼，撒旦退我后壁去。这个撒旦的意思是安那？违背上帝的旨意，这嘛是罪。伊别个人咧讲的罪，就是讲你无设着迄个目标，你的人生目标毋是对上帝，安尼你就是犯罪。所以伊最主要是要来试验恁。那伫即个诗篇，连伊咱上落尾用着诗篇来思考吼。啊，诗篇咧讲是要来坚固咱吼。所以咱来看伊讲，上帝要安怎来考验，要查验人的心，真正是着上帝。咱来看伊讲，这个字吼的意思是讲，要来考验，要来证明。咱用现代的制度来讲啊吼，你要证明讲吼，我是一个 handyman 吼。啊！你是木工的，还是水电的？你爱创啥？你爱考执照哦。咱的主庆兄嘛是爱考执照，伊专门来做调音的哦。爱考执照，爱去 test， 然后 prove 我有这个 ability， 我有这个能力来做这项代志。上帝伫这个带领人的过程中间，赐着恩典的过程的中间。来，互咱继续来得到伊的试炼、考试、训练，然后证明证明。上帝考验阿伯拉罕嘛是安尼对无？甲伊讲哦，我要看你对我有偌迄落，安那？你将你的囝奉献互我，试看伊有真正相信伊无？阿伯拉罕几个生囝？100岁生囝，因某99岁，足侪人爱共开玩笑讲，人迄落煞来
99岁，所以你拢还佫有愿望。对阿伯拉罕亲身的经历，上帝伫因看做无可能的时阵，收顺一个细囝。上帝讲啊，你家己奉献互我，我毋知咱会安怎想，咱袂无？可能想讲，我足无简单，才得到的喏。This is mine， 是毋是安尼？人讲足侪囡仔吼，你若互伊糖仔吼，放伫嘴内底，吐会出来，吐袂出来，吐袂出来啊！但是阿伯拉罕经历的迄个试验以外，伊佫甲伊后生讲啥？上帝已经准备好啊！上帝已经准备好。上帝来试阿伯拉罕，嘛来试即个摩西甲以色列人，伫遐一步一步、一摆一摆来带领因来试验因。咱若倒转去看，伫出来记内底来圣经讲几若摆啦吼。诗篇26篇第2节讲：求主你监察我，考验我，求你审查我。其实这三个拢咧同款的意思。伊经过迄个训练的中间，来试看我是毋是真正敬神疼人的人。10条街的规定是要来看咱有信心无。你会知影，伫出来记20章所记载，即个伫山骹的以色列人，因基本上是无信心的。因等摩西40天，因安怎讲？啊，当毋知死啊活的啊，毋知死啊活的啊。啊无咱家己来找一个领袖，家己来做一个新命。我想若如果咱今仔日总统的破病吼，伊拢无发布消息，已经经过3礼拜、4礼拜啊，即种的想法会出来哦，是毋是安尼？哦，咧有一寡物件是信心的问题。上帝要来试验人甲伊家己的关系。虽然你会讲是安怎上帝互以色列人伫出来记的时阵10条诫命。佮规定因有犹太法律600几条，有够济啦。咱讲倒转来上头起先，上帝人类的始祖亚当偌济诫命1条，食你拢通食，干那迄个你袂使，安尼尔。亚当有经过考试无？基本上是失败啦吼。所以试验人甲上帝的关系，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伊讲万军的耶和华，互阮行倒转。行倒转的意思是，阮已经离开你的正道啊！互你的面发出光，阮就得救。咱已经离开，所以已经甲救恩远离啊！若要讲就讲，已经行入死亡，所以发出光，互阮得着救。伊对埃及撒一丛葡萄树，是咧讲着出埃及的景况啊！吼，赶出列邦来载伊，载伊就是讲，互因入去伫迦南地应允之地。你伫伊的头前摒空土地，互伊的根定亲，啊就生团满地，满伫遐嘛吼。啊，你的影啊来遮的山，伊的枝亲像真好的青碧树安尼吼。发出伊的枝，像甲大海，伊的顶看甲大河。大海伫倒？咱最近咧看迄个保罗的宣教旅行，大海就是咧讲着迄个地中海，咧讲加利利海。大河伫倒？大河就是咧讲着文化遐敢咧问的阿伯拉罕出来所在，叫做五年，迄2条大河流域，现代中文译本有甲写出来吼。迄2个所在，所以意思是讲，因的范围，伊伫咧国大中间，咧国大中间。伊讲你啥事拆伊的篱笆，出在所有的人来满意。当然咧讲着因的国家败去啦，吼。是安怎以色列人会去到大河迄边遐？因受掠甲毋是？吼，受掠甲亚述，受掠甲阿巴比伦，去到迄个所在，去到迄个所在。所以伫经文的中间，伊伫遐来求叫上帝，伊讲万军的耶和华，求你倒转对天阿乐，
照顾即丛葡萄树咧讲啥物啦？你所竞选的百姓，过去的观念讲是犹太人选民，现在咱爱甲即个了解做你甲我受呼召、受着救恩的基督徒。伊讲你的正手来保护你正手所在的，甲你为着家己所坚固的。咱会面对困难，咱会伫即个生活中间拄着济济，互咱会去离开上帝的可能性。但是咱爱不断爱倒转来，因为上帝接着10条诫，第1条诫就甲咱讲，咱只有大济瓦靠，就一个。彼得嘛讲真清楚，当所有的拯救只有安那一个无相似。这个是咧帮助咱、坚固咱，伫咱咧面对困难、面对灾难的时，咱亲像伫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共款，咱会时刻离开，因为遐个艰难，当咱来海产，咱可能会艰苦，咱会去找求，但是当一个人伫咧真艰苦的时阵，伊会想办法要安怎乌白沙。伊讲我有1%的把握我嘛要掠，但是通常你用会掠唔着。所以伫信仰的中间，咱爱提醒，倒转的是伫上帝的面头前来求讨伊的看顾，互伊来坚固咱。兼再透过济济的试炼，兼再透过伊济济的提醒规定，互咱一届搁一届愈甲伊哪亲近。咱无才调一届就完全，咱毋是完全的，但是要透过一摆搁一摆，甲主三结连，甲伊的关系哪亲密，咱做来祈祷。听台湾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愿恳求主你甲阮继续来三角之地，互阮会通借着你的救恩来得到永活。祝阮的人生伫济济的灾难的中间。检采会累积，检采会艰苦，失去方向，检采会乌白憔悴。求主你显明你的旨意伫阮的头前，也互阮会通借着你的救恩来甲你行相我，阮一步一步来对你行。希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因有一摆失败，伫遐来埋怨，伫遐来离开你。但是你犹原一摆搁一摆享受你的恩典，互因一摆搁一摆会当学习来甲你来行斗阵。主，阮需要安尼恩典甲阮三角之地。阮无比出来及的以色列人较好，阮有可能比因搁较软弱。但是当阮伫软弱的时阵，阮要靠主你来帮助，求主你来坚固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也为着阮中间身体欠安尼，主你教伊三角之地。心灵软弱的，你也将你的圣神的平安赏赐伫中间。搁一摆为着阮所面对的疫情、遮的野火，以及遮第一线伫服务的人来献上祈祷，祝你亲自甲阮三个伫咧，施到你的救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即摆要来守圣餐，牧师要先甲即个泡饭关起来所以咱大家会通做伙来守圣餐咱会当甲咱的影像开牧师会来带领咱来守圣餐。今仔日是全世界咱普世的圣餐主日，咱拢会伫即个主日中间做伙来守圣餐。咱的教会基本上2个月来守一摆圣餐。有的教会是逐礼拜守圣餐特别是较礼仪的教会但是守圣餐的意义，甲咱咧讲迄个10条诫的意义共款迄个目的到底是啥？咱爱来思考。主耶稣受卖迄暝，伊摕饼起来来祝谢来将即个饼掰开，
伊家己诶文图讲，这是我诶身躯为着恁拍破，恁逐摆食着行安尼来纪念我。然后伊就搁旁杯讲，这个杯是我诶会所设立诶新约，恁逐摆啉诶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迄个耶稣所交代诶重点是讲，恁逐摆食、逐摆啉诶时阵，着好若亲像，甲我伫最后一暝弟兄，搁来要经历伊诶死着活。咱逐摆食诶时，安尼着纪念伊，毋是纪念伊诶恩典尔，定咱时常拢讲啊，咱纪念主诶恩典，咱是纪念伊诶救恩，纪念伊，互咱会通坐伫遮做伙来做咧敬拜伊。纪念伊，互咱诚做伊诶门徒，对伊诶呼召、伊诶脚步来行。咱做无够诶，求主赦免，咱继续来努力，咱做来祈祷。天父，感谢你诶恩典，借着耶稣基督诶救恩，你赏赐阮每一个人，拢会通来得到即种诶救恩。只要阮心来相信，嘴承认。主，阮感谢你诶恩典，因为你诶恩典是遮尔大，互阮通借着安尼，就来领受你诶救恩以外，也领受主你互阮诶呼召。主啊，恳求你继续甲阮兄弟姊妹，阮诶同工三甲弟弟，特别是伫即个疫情诶中间，阮有济济诶困难，啊，你互阮来排除遮诶困难，继续牵调阮兄弟姊妹中间诶关系。牵调阮甲你诶关系，主，阮恳求你继续来带领阮，互阮会通来赢过2020年诶出埃及。阮做伙来领受主你诶恩典，啊，来献上感谢，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主受袂迄年，摕饼擘开，祝谢了擘开，讲这是我诶身躯，为着恁拍破诶，恁逐摆食诶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啊，咱今仔日着无有烘杯烘饼诶服侍，咱每一个人拢有准备，咱做伙来领受，咱会当先甲喙先歇落来吼。食了后，主搁烘杯讲，即个杯是我诶会所设立诶新约，恁逐摆啉诶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做伙来领受。咱搁一摆来祈祷，听从阮诶天父，感谢你诶恩典，阮领受主你诶救恩，透过你为着阮诶牺牲。主啊，阮知影即个恩典是遮尔大，啊是无价。阮更较需要伫阮诶生活中间来继续思考反省，啊接受你诶试验，互你来坚固阮。阮为着阮所领受恩典献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免。我继续来甲即个PowerPoint用起来。好。感谢李牧师，咱即是继续咱敬拜咱来念圣诗400首救主管理罪我和家，咱做了吟诗来回应上帝。
咱来奉献。感谢，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来为着对你得到这恩赐来献上我的感谢。成长得到培养，而且咧，咱来建立阮的家庭，遮伊甲阮的亲人要相听，阮的遮教会来敬拜，甲阮的兄弟姊妹会当有好的团契生活。对啊，阮知，阮遮所有诶拢是你所，拢是你想事诶，拢是阮，就是伊阮要奉献阮诶金钱、阮诶时间、阮诶才能，互你诶时阵，阮会感知会流揬，真实一个。主啊，恳求着阮会知影，阮来甘心乐意，让阮用属于你诶来献互你，来行你做主诶路哩。要上帝，阮一切拢是你亲自的帮助，你要记得，我们要感谢主，用一切交托伫主的手中，故事继续带领阮，靠主耶稣基督性命来求。阿门。这是听伊牧师的报告关怀。兄这平安，有几项代志来甲大家来分享啊，请咱来三体祈祷啦吼。伫北加州，咱所知影，你若咧啉酒就知影纳帕吼，已经烧甲差不多去啊吼。搁另外一个所在目前我看的资料是大概
只有控制39% 的俩吼，所以讲还佫有足大诶区域还未太好势吼，咱也为着这来祈祷啦吼。咱久久无见面咱所敬听诶李标阮牧师娘，伊伫明仔载要搁第4摆接受即个 MRI 甲即个腹腔诶检查啦吼，超音波诶检查，伊请咱替伊祈祷吼，甲咱请安安尼。第3项是迄个生日，文华兄你24号生日。24岁哦，阮伫要知影你几岁啊？好，初十就是你表演牧师娘啦吼，23号是建议兄吼，24号是文华兄。咱连伊刷是咱才来为着因唱生日祝福的歌啦吼。好，我要甲咱讲者哈，因为我伫礼拜四吼，我手机伫遐咧翕相，我拢开飞机模式啊。所以我因为捌接到我无接到的电话，有迄个记录，所以我逐个讲者，礼拜早起基本上我无用嘛是，我礼拜四拢关起来，所以你早起可能要敲电话要找我会较困难。你若毋是，我着看牧师娘是讲你第日要真足重要要联络的时阵啦吼，因为我必须爱专心啦吼，伫礼拜这中间，所以逐个讲一下吼。好今仔日是普世圣餐主日，咱做伙来领受主恩典呀，来思考反省吼求主帮助咱吼，继续咱有实体甲网络的即个并行吼基本上是真正希望咱兄弟姊妹当倒转来，也渐渐咧开放倒转来吼。我昨有甲其他教会的同工咧讲伊讲吼，阮的会友即摆拢笨蛋我想咱莫有安尼吼，来一礼拜一摆来见上帝吼，毋通笨蛋甲上帝建立关系，互伊坚固咱的信仰，这较重要好，你若有来一只，就做伙奉献；若无的时阵，你会通去寄来教会请这个做长老来处理吼。再来初九拜五，咱即马改做7点半吼。咱要来查考即个主题方面第15章，就是保罗伊第一届宣教旅行倒转去安提阿了后，有发生一寡代志。咱虽然这毋是伊的宣教旅行，但是伊一个咱来讲一个真重要的 turning point 吼。伊搁了后16章开始搁即个第2摆的旅程吼。伫即个中间所发生的代志，影响伊倒尾咧甲一寡培训的啥有教会啥有迄个，拢有关系吼。这是咱这要来想的吼。好，前礼拜人数21个，拜五查经12位吼，奉献有1231箍吼以上。好，这是后礼拜的资料，后礼拜服侍伫遮。OK， 来。咱做伙来，今仔日的经句是4篇80章80篇85节，第15节咱来读2摆。我互你正手所在的，甲你有家己所坚固的基，1摆。我你正手所在的，甲你有家己所坚固的基，4篇80篇85节，咱做来吟上经的诗512首，512首，然后请李牧师读到。
请原主的圣神伊的权能，甲咱三甲地地，互咱来经过2020年所面对的艰难，咱会出来吉。求主的平安，甲咱三甲地地，对即碟到永世代无尽。遐济庙岛变化。好，咱来为着寿星来唱祝福的歌，咱来，寿星站起来，站在前面来。伊假做困去安尼。哦，迄个建议兄伫内底吼，哦。来。好，来，我来。